1992年呢，中港兩地嘅交通日趨頻密，回歸亦都近在咫尺。於是田總呢就決定舉辦由香港跑到去深圳嘅馬拉松，亦都係辦咗4屆嘅港深馬拉松。路線呢就係由上水嘅北區運動場為起點，沿住大埔高速公路經皇崗入深圳，最後喺深圳市體育中心衝線。咁有一個有趣嘅技術問題，就係跑還跑，但畢竟係跨境啦，咁過關嘅手續點辦理呢？答案係有關方面喺上水運動場咧設立咗臨時辦公處，運動員咧就先喺嗰度咧做咗入境手續先，手續辦完後啦，運動員咧就獲派發一個個人嘅標記。當運動員跑經皇崗口岸，就要將個標記咧抌入個箱入邊，就當係完成過關嘅手續。當運動員喺深圳完成賽事之後咧，工作人員就會發還翻運動員嘅回鄉證同埋身份證，以便運動員能夠翻返香港。不過好現實嘅係咧，呢個世界乜嘢都講錢嘅，因為經費問題咧，港深馬拉松試過喺94、95年停辦，後來獲得渣打贊助咧，96年先至可以復辦。據稱當時渣打嘅 CEO 戴維斯咧，亦都係長跑嘅愛好者，對渣打決定贊助港深馬拉松咧都好有關係。不過隨住1997年正式回歸啦，港深馬拉松亦都係完成咗歷史嘅任務，